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本澳男長者日前喺網上社交平台認識一名網友，話對方自稱喺澳門某娛樂場工作，有賭博必贏方法。該網友隨後要求事主登入一個賭博網站，並且註冊成為會員，再按指示充值1000港元。事主照辦，期間對方代事主投注並贏得2400蚊港元。之後事主成功將贏得嘅款項轉出並存入自己嘅銀行賬戶。自此事主對網友深信不疑。冇幾耐之後，網友向事主提出一個計劃，聲稱可以贏得更加多嘅金錢，但兩人需合資一個戶口，並由網友負責操作。事主透過轉賬方式將87萬港元存入有關戶口。大約半個月之後，事主發現該戶口已經有200萬港元，向網友要求提取自己嘅款項，即100萬港元。但係網友訛稱代事主墊資10萬港元，要求事主先存入10萬港元。事主喺考慮付款嘅時候，有另一名女子透過社交軟件聯繫事主，聲稱可協助辦理提現手續，只需付9萬港元手續費。事主認為可以少付1萬港元，於是係轉賬付款。隨後女子向事主訛稱佢操作有誤令戶口凍結，需再存入15萬港元先至可以解凍戶口。事主再次相信並且轉賬15萬港元俾該女子。女子收款之後就以唔同藉口要求事主再轉賬額，最終事主1分錢都未能夠取回，懷疑受騙。喺2月22號下晝1點5分向司警報案，報稱合共損失116萬港元。